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在我伊个那这个平安啊，那个马萨图那卡拉塞，卡拉塞。哎，今天你当然了，你有啊，我不知道那个卡什么哈，好嘛，你那边有没有？那应该是一个很严肃的话啊，名称，不会乱命名，你当不到。那卡拉塞，这一部分的真是那，不要上大户，不要人民，要内脏的西马，可能说不是这样。还有什么个沙发是给你马达夫，不然当然说不好吃，不然是大家都需要那个水，卡拉塞哎，说中国发呀，发，中国发哪一个不？说了马达塞，然后卡拉萨拉萨，这不可能时候就是为什么一直吃到这种，可是minta到中国会这个干到什么的来？不能吃啊，不发了，不能去榨油，讲比较厚一点的去榨油，那个是要是大富商，还要去骂，还要起码不了。我觉得，我看啥了啥，这个人上，我觉得就是要的东西，又象征什么呢？就是因为拿来变成有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又很珍贵，对，到发把大欧都。我们里面有一个曾经哦，卡拉塞，说给他们，很高，这个高了，胖矮的，你包出来，法兰路到啊那当了，什么店都面嘛，要洗面的了，还要煮，rumah是什么？什么是油了，我那反正你那呢，这个也可以写到那个，可以当。在一个那烧西。makanan bisa sini saya. Ya, kita masih yang Ura patina pun karas. Macam turangan di sana dia. 对，人家已经不要的东西了。啊，这不要karas saya karas. So, memaafkan cerita orang. 但是它还是有意义在那里啦。对，要masa patera bukan manikau itu, ayo kira manikai. Kalau untuk ira ira sangat, ira macam dari, seharusnya mah ya doa san hau ya no meluluskan kita sana. Tapi anda tu anu mal si pura simal kira itu lah. Mata ini anu nungsa, di bawahnya ya baru anu matera pura simal ya hau. 就是气候的变迁上，产生变迁的话，就是四周的环境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个不定鸟落，海多，海又在这里了，所以我就想，这个东西都是不要的，都是最后就是一个部落命运的关键。要知道会发生事情。对。老人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当这个被滴的时候，会融化的时候，气候的变化，对，这样环境制作环境有问题，对，智慧嘛，老人家的智慧，他的妈妈不说完你就说在你最近的人就会人老啊。Tại vì đường đi sang Pháp là đường đi sang. Rồi nên là tầm đó còn chạy bằng cái công nghệ. Lâu. Ta misalnya tora awal aku kita ai kalau tu tahu tu soal tu tahu dia pasti waria. Wah saya apa dia? Saya kalau tahu sa. Namanya tora awal tu itu marau dia tahu isi mama sa. 所以病是。你搞一出pada dia hotel di tentunya awal tu kalau kita tahu. Kalau itu tu toyo awal nih cuma itu nih. Itu nih ada tak? Ini awal kan? Aku fituna yang aku fituna yang sudah. Iwan他们还有fituna吧？还有都。那边对呀。你那身上里面还是有呢。是哦，我打炮是吧？我才来个这么大的家。这有吗？那fituna。还有，fituna呀，认识，我们部落有，我们那个
主炮都是用那个对不对啊？哎，你不是有刺的嘞？这个对，我这有带来那个主炮的哦。以前对，福州那做主炮比较好。以前外福州那不死呢。不是哈，像北部这边的北部那都比较像。我们在好回来了哈。那是热带的地方，热的地方，我们那边是。又肉很厚啊。这边呢，比较跟古方上来。哎，那边的那个就是那个betul dah pula cik tu kan. Pula tak taruh ulang tu pani lagi. Apa tu ke dah? Yung pakai panai ah, tentu baik dengan you lu ko me mu to yung nak dah itu. Mesti kau ane ekung dia. Nah, 提了休息了。这些人啊，比那个所以你要爱好，你那个多可能很好。我爱上好，我们对你们社会，是那那那么好，但有买那买那，可能很样好。可能说那你那我们不在人，sesuatu nama anak memang. Orang mesti dapat makan. Ini sudah so, namun saya, namun apa sesuatu. 还有一次嘛，还有一次嘛，这个节目，还有一次，也那时候22号，这个节目，起码我，这样买个dapat selesai, bukan dapat selesai, show selesai, 晚上selesai. 你马上那个艺术名啊，今天报，我刚刚带一个给了。那么中间就是人家一马上来当然沙拉。对，我们是海鲜的。海鲜。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原则上一天能做完吗？不可能吧？一天怎么可能那么？不可能。不是，我说三线一天嘛，海鲜一天嘛。不可能。没办法吗？不可能，就是就起来登人家。我们一定要定点。我们会好好的。都难得呢。我们会把事情要弄来。就是你这个不说那么啊，要证实啊，证实以后，对，没有意义了。因为刚刚那个天来真头目哈，他讲的那个，你那个叫马萨拉呀书，我们做的就是上一次我们去年的，上半年就是你们嘛。我说还没有呢，我怎么了？很懂还没有。那时候我们把它那因为我们在做，然后我们再给它打果汁机以后再跑出来，我们再给它弄出来，让小朋友知道的文章。哦，那我们三样就按照他们的意思给它列出来，是吧？对吧？年龄阶级的，8个人masyarakat ini. 8个人，还有3个。还有啦，年龄阶级的书法，大概的是他们所讲的，各部落的来集中起来，最后你拿来全部都加起来之后，给它弄出来啊。目前的话，把拿回来嘛，所以我们现在接着下来就是做这个视频的一定要你搞好把。家里的桃园，还有个桃园人歌，也希望你们同步协会这样子，同步搞做工商设计。我不管让你证明，不管你怎么按两给他，莫话说给他，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我是在跟他那边跟人都安好行程的话，还要跟他烧，对，也要不然他烧嘛，才会成立一个桃园市的。阿美族嘛，然后另外一个想法，假设我们是希望说，他们就把社区头目选出来，从那边拿上那边选出来看看，
头目，把其他的把其他的出来一个副头目，什么都给，不用再交个上证，不用那个社区的哦，现在这社区的民国在 happy 啊，都是民国的，哎，都是民国的。这个如果这样容易吗？就是要做看。我们不做，光是想用哎，不要说不容易，但是我们的想法也仍然很不容易。你看，我们已经走到现在了，你愿意把啥大干部那，哎，那算你张老师，干的你那比也永远是看不到的。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去做看。从小从大人有到多到那，我们是希望说，怎么补呢？把下班那都慢慢入到我们在桃园，对吧？也是教育你们的小孩子的，因为你大毛本来OK的，就是我任务，对，是在教育就是要把这个慢慢教育给我们自己的小孩子。有文字记载的话，小孩子就会写得到。对，就是这样。我们还有传说可以听，但现在连传说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说自己。来，谢谢你们嘞，谢谢你。回来哦。你说一个疗要2个人吗？不是，也是一个2个，非的5个。